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两个庄恶家无人问。这个意思是，若讲有两个庄的人讲性格较歹，无人言。先来讲这个庄是安怎产生的？依照专家研究的结果，庄是上早发头毛的所在。有的人是有一粒庄，有的有两粒庄，有的超过两粒庄。有一项统计数字讲啊，一个庄的人有85%，两个庄的人较无10%，若三个庄的剩0.6%。这个庄的位甲人格特质的关联，专家认为讲，庄若伫中央普遍拢真巧，两粒庄的人搁较巧。这庄若偏倒平，讲逻辑的能力较强；庄若偏正平，讲较有创造力。中央的讲处理代志较水快。若因为讲有两粒庄，个性较活泼，出头较济，就比较较歹斗阵，无人言。这真正是无啥物科学根据。今日讲的俗语是两个庄恶家无人问。